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晡日福气类的节目。哇，今晡日嘅节目内容啊，非常嘅重要。嘛嘅意思咧，让大家平常係講很多啦，就係講係依然看醫生嘅時間咧，那都rõ咗係冇下到底用英式，係咩誒？只是找線上嘅電腦類式，就有效果，注意嘛嘅事情嗬。所以咧，大家咧分享你今屆裏邊佢係嘛啥咧？係類似連線國際依然弱智口嘅弱勢，嘛啥傅成芬分享。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聯心國際醫院嘅藥師傅成芬，東歡喜來到客家電視台，同大家來講用藥嘅安全。分享哦，可以做啲感覺到，就是剛才那個客家話是很認真練習的，從冇因為係客家人，唔過咧，這個較少講，對不對？小時候就是聽爸爸媽媽講安用語，對不對？對，所以你這幾個月堂工很認真在練習客家話，係冇？係啊，因為你去考了那個客語認證的初級，是嗎？我先從初級開始，恭喜！那我下個月我要跟着那個醫院的團報，要考會六，考會六初級。哦，真的嗎？真的？顧總，你下拜考試係西煙，然後你下個月要考試9月。9月的時候，我考的係會六。為什麼你會想要兩個腔調一起學，用做母腔跟腔調腔下來練習？就我們醫院想要就是破台灣的記錄，想要團報者要報超過一個，就是100多個人這樣子，想要超過破紀錄。好酷哦！所以大家就咧感受到，你記唔記得弱勢咧？你可能去動眼睛咧，講客家話係因為其實佢力量上嘅動眼睛來練習，叫佢考試，考完你個漢語眼睛吼。所以真嘅很歡迎今日來到客家電視哈，同大家來分享，到底我們要拿到藥之後，我們要怎麼樣來看我們藥包上面的一些指示啊？喊個用是用嘅才是對的，對不對？好，我先來幫大家問一個卡，我覺得很輕鬆的問題是什麼呢？每一次啊，如果大家去醫院拿藥的時候啊，有冇哈？然後你就會拿那個號碼牌，然後就等那個領藥，然後排隊排得很長，有冇？還有啊，以那時候改時間啊，我透過那個窗口，我就會看到裡面好多的藥包，凍豆改肉包啊，但搶安用哦，不只是這樣，然後你就會想說，哇，裡面的人好忙，走來走去，難免心裡就會想說，哇，這樣會不會弄錯，會中蟲嗎？還有那都該揉，對不對？揉有沒有哪一顆，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這個效果，然後可以怎麼樣來詢問？所以跟大家簡單來分享，到底像這種門診的這些藥劑師的工作內容有沒有改？那就是我們醫院剛好又是病人啊比較多的關係啊，就是我們藥師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去準備藥物啊。那我們其實藥物都有分，按照一些英文字母排列，然後有些可能比較相近的藥啊，我們可能就會比較隔開來，就是怕拿錯這樣子。對。然後現在我們還有一個這個新的上線的系統叫智慧調劑台，可以刷一個條碼，然後我們的調劑台就燈就亮了，我們就可以去照那個燈去拿藥這樣子。是，對啊。所以其實更難共也是醫生先開了藥，對不對？所以你們會看到醫生開的藥單，對，然後你們就根據醫生的藥單去拿藥，對，然後所以其實你們不能拿錯藥。可是你們在拿藥的時候，你們對醫生開的藥單會做稍微略的審核嗎？這個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是調劑藥師嘛，先配完藥之後嘞，他就要送到那個審核藥師的那邊。審核藥師有2個工作，第一個工作就是他就是要看，就是調劑藥師那邊有沒有拿錯藥的情形。第二個工作才要就是說去審核醫生有沒有開錯藥。好，醫生說要開這個，那我們就先拿這個。然後醫生說還有這個啊，你們就先拿這個。拿完之後，但是還是要看一下說，醫生開按用改揉了是不是對的這樣子。那這個工作很難呢，那你們要怎麼樣去審核這個藥對不對？是因為你們也會看到病人的基本的基礎的狀態，黑嗎？對，就是像是比如說像肝功能啊或腎功能啊，我們就要去對，這個病人的腎功能或肝功能是不是就是有符合病人這個病情適合用的藥這樣子。那說真的會有
比如说审核的时候，真的发现需要跟医生做确认的例子吗？有啊，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同成分的药啊，那它可能有比如说40毫克的，或者是80毫克，就是数字上的一个区别。那医生可能就不小心看错数字了，对，不小心太忙了，看错数字了。对。那你们怎么办？这个就当下就赶快打电话，立刻打电话，因为通常是看完医生门诊，然后到去领药，所以医生还在诊间，所以就赶快打电话去问这样。对，赶快直接询问。OK。对。然后还有就是像什么英文字母啊，2个药英文字母，那可能差一两个字而已，也是医生也是不小心就是会就点错了这样子。点错。对。那个 A 跟 B 刚好颠倒。对，刚好颠倒。对。哇，所以那其实你们的这个审核工作非常的关键，不是只是看到药单我不就配药。对呀。所以你们还要去还有一款抽，然后抽也不抽很容易。对。哇，因为老实讲，我大摆系讲。依然那肉嘅时间，我可能地图动动，应该肉爆有动台爆，白脸也有非中台 ，UK 也台艺人，就是大医院会这样子。我其实心里会，我老实说，我是采取信任的态度，那是当然，对不对？可心里也会有一点点紧张，说，哎呦，这个药是对还是不对？这样子。好，了解。老大家咧讲係講，你台藝人那肉嘅時間，其實線上本那肉本伊肉指示，其實係一罐一罐的，老大家咧檢查，可能那個肉係臭呀臭，對不對？好，說到這。我们拿到药包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稍微看一下医生开什么药给你，对不对？他会说这个药是头痛啊，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这个药是比如说流鼻水啊，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呢，就好像说胃药，所以到底吃西药要不要有胃药？其实呢，并不是说所有的药物啊都一定要搭配。就是胃药使用，因为不是说每个药都会伤胃。我们一般比较常见就是伤胃的药有像是阿司匹林啊、类固醇、消炎止痛药，或者是一些抗生素。那我们在一般就是剂量下合理的使用，都会随着身体去排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可以透过饭后吃的方式来，就是避免说肠胃道一个刺激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譬如講幼嬰基維起到基本那朵肉也直接發現，怎麼沒有胃藥呢？有沒有胃藥？那我可以自己去西藥房說拿胃藥嘛？因為一般人會說西藥傷胃啊，那我今天去看醫生，線上摸那胃藥，那我就自己去拿胃藥，這樣是可以的嗎？其實有些胃藥啊，會跟那個藥品會起一些交互作用。那如果說我們想去買的話，也可以問，就是藥局的藥師，我們有沒有什麼衝突啊、交互作用啊？那我們藥局的藥師都會幫大家去評估，因為有時候藥物交互作用就是人家講的強碰，然後可能導致藥效減弱或增強這樣子。不過簡單講，來向親朋友來講，是像老師講的，其實某停手吃西藥，停手是胃藥，不一定，對不對？其實你就遵照醫生開的藥，認真吃就對了。對，好，我們這邊有一個簡單的這個胃藥的這個分類，對不對？像線上跟你講的，一般來講，你好回去就是第一類，就比較綜合胃酸這個作用，對吧？OK， 像是什麼胃乳片啊，對不對？所以有時候在醫院拿藥，醫生開的也差不多是這幾個類型。對。這就是常見的用藥。像第二個可能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一個藥物，對不對？OK， 那當然這邊也會搭配像是副作用的問題，譬如講提渣綜合胃酸，這個我們常常可能醫生會開的，它有可能會腹瀉會便秘。你看這不是很矛盾嗎？又腹瀉又便秘，然後但是副作用有可能會互相抵消。嘿，安勇改意思從嗎？那個是美顏的部分才會腹瀉。OK， 這個腹瀉的它的副作用很特別哦，常常就是醫生反而會利用這個副作用啊，去當做轉變藥哦，它不是當胃藥去用哦。對。OK， 原來是這樣。不過而且最重要的觀念就是，透過基本改節目，然後你給鄉親朋友講，就是吃西藥不一定要胃藥。對。那如果吃胃藥的話，其實也要尊重醫師的醫囑去吃。譬如講你其實凍降細柔風飲那胃藥也是要跟藥劑師討論，對，而不是自己決定要拿什麼就拿什麼，對不對？好，講到兩邊到底什麼叫吃胃藥？我的意思是，有時候是吃藥之前吃，還是吃藥之後，就是飯前，你怎麼是吃胃藥的時機？那飯前是給油，像 PPI 啦，或者是胃黏膜保護劑。
吃饭前、吃饭后都做的，就像是那个制酸剂啦，或者是那个 H2 受体的一个拮抗剂。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根据就是我们的药理特性呢，就是食物会去影响到药品的一个吸收，所以才会说有的要饭前，有的要饭后，原因就在这边。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看药包上面写饭前还是饭后，对，就照着那上面吃就对了。好，你要知道大家会讲，我会讲，新囡仔都该肉包，我会直接第六小都胃肉嘛，该直接是几血早，当高迄个其实是因为线上有讲到咧，係講尿失盤，佢可能會讓響到你是該胃肉到底佢有乜嘅效果，有乜嘅就是交互作用等等的，对不对？不過說到這邊的時候，想問一下常見的這種用藥時間的定義，對不對？到底空腹？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药要空腹吃哦，有没有拿到药包的时间？要那个护理师会说，这时候有空腹吃哦，哈，护理师很贴心嘛，上去会讲记得饭后吃哦，睡前吃哦。好，该倒台是包前食，是包后食，该倒台系差几多时间？你先聊下，等下常来讲。东方鱼绕墙头，连性国际易染钙肉丝腐肉丝呢度节目地图，然后大家都分享吼，是肉，很容易是常系错嘅哈。上堂节目有讲到啊，系讲你是本身上可能都肉包嘅世界，当天会是讲你是包盘食水木之前会食，系冇是讲空腹吃，对不对？所以你要便遇到动虫绕嘅时间嘅听你，像线上让你来介绍一下，其实容易为了说让大家方便理解啊，通常会习惯把空腹说成饭前。那其实我们在医院领药的时候啊，药袋上面是没有写空腹的它上面是写饭前的对，所以很多人会误会说，我到底要饭前多久吃？它其实有个定义，就是饭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以上。对，它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吃完药之后嘞，1小时之后才能吃饭，或者是吃完饭之后2小时以后才吃药，这样子。哇，这很重要哎，因为因为很多人，因为因为讲饭后吃药是不是？哇，这样子可能会伤胃，赶快来吃饭吧，好吃，好12点吃，好吃很快，吃到12点20，好吃饱嘞，好立刻吃药。对啊，就12点25分，1个小时内是还可以接受的。对。但要是有理解那个我们的那种心理的感觉，就好吃饱了，动饱了，好立刻吃药，只用5分钟，对，这那个太快了，对不对？如果是饭后，比如说空腹的话，就是饭后2小时这样子。对 ，OK， 好。饭后1小时内其实5分钟也是没有关系，饭后1个小时，因为对只要1小时内就可以了。1小时内，对 ，OK。应该讲的就是5分钟内的话，比较注意的就是那个随餐的部分，饭中的部分。因为这类的定义就是说，吃完药之后就立刻吃饭，或者是吃第1口饭之后去吃药。它比较常见于就是一些那个。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他吃一些降血糖药，这个降血糖药会就是降低我们那个饭后的血糖值，就怕说这个病人啊，他吃完药之后就忘记去吃饭了，那这样导致说就是低血糖了，这样低血糖就很容易就是晕倒这样子，是很危险的，是，所以才要说要随餐吃这样子。好，了解随餐的部分，饭后是包盘过后，就是吃饭1小时内是走对的。对不对？饭后就是吃饭1小时内。对，大家不要饭后还要你醒一点去包饭，然后4点再去吃，这样太久了。太久了，那就变成空腹了。那就变成空腹了哈，大家要注意哦。还有一动虫扰嘅系，特别伊系个反倒去看线上嘅，其实咪半夜嘅肉包地都咪讲，营业是洗串，一天要吃4餐嘛，对不对？早午晚，还有水木之前，睡前其实是3分钟以内。30分钟，对，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啦。因为呢。到30分钟之后，我们才会感觉到开始有睡意了。对，因为刚吃不会马上就有效果那个药物要经过我们的身体去做一个吸收。但是如果说睡前超过30分钟之后，它身体会慢慢开始代谢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做一些
其他的事情啊，对，爱看电脑、对啊，滑手机啊，对不对？追剧啊，是总的意思是讲睡不，比如说你10点要睡觉，你就9点半吃。11点睡觉，大概10点半吃。对，比论讲啦。对，你莫9点食肉嘅，食好嘞，12点睡，不是那3个小时还跑去什么运动啊，对不对？对啊，看手机啊，那个其实是不太好。不太好。那我要举手发问哦，那我想去问你问一问题，你大家又爱用改清醒哦。比如讲，线上会讲，哎呀，你有些洗涮，照心他有很多也是，可是我就睡很晚啊。对不对？我就10点才起床，那10点长红葱，那10点红葱，好，假设我是饭后，好，我吃完早餐11点，那我中午那一包怎么办？那个我们中午那一包就是当做早上原本吃的那一餐啊，就是比如说11点吃饭，我们就是在12点以前再吃药就可以了，你就往后递，对，往后递减4小时，对，一般我们2餐之间可以建议4到6个小时。OK， 对，那这样子可能会导致说有一包会没吃到，有一包没吃到，那没有办法啦，因为我们不可能是说为了要多吃那一包，这样导致我们睡觉。等到凌晨再去吃最后那一包，对，那不用啦。哦，就少吃一包没关系。对啊，那没有办法，就少吃一包，其实还好啊，也不是说每天这样子。OK， 对。那再问一下哦，那黑公最怕的是不是就是为了要吃满4包，反而有时候太接近吃，然后药量贴够，不又按我该问题？对啊，因为有些人会就是一些老人家会想说，我有一包忘记吃了，那我一次把那个前面忘记吃的补回来，补转来，这样反而怎么的？不行，这样子药效就是2倍了，会对身体可能就造成比较多的一个作用或副作用这样。好，大家要注意哦，係講你本身上可能那種都介肉，係講是像肉絲講嘅，比如講你基本你可能10點在紅蔥，然後你10點食下，結果係下就3點先停一包。可能有到記得是，該是冇味道嘅，落去補轉來電到10個食家吧，有可能為熱量咪鐵高，電到好唔好吼，所以大家要注意吼。你一時啦，見面啦，大家來講，到底空腹係乜嘅意思吼？是係食飽前飯前1小時哈，係冇是飯後2小時啊。飯後那如果給該做報銷，飯後吃，大家要注意哦，是以2種之內落去食嘅。你一時見面啦，大家來講這個用藥時間的定義哈。講到倆，我們其實要講到另外一個大家常見的藥物，就是止痛藥。對，止痛藥現在大家頭痛也會去買止痛藥吃，像什麼因如果大家因生理痛的時候也是會買止痛藥來吃，對不對？所以基本上要大家都紹介一下，我們止痛藥有哪一些比較常看到的？什麼？就第一個是那個中樞類的止痛藥啊，那它的分級是屬於指示用藥。那指示用藥就是一般我們可以在藥局啊可以去購買得到的。那它的作用就是止痛跟退燒，成分就是像乙酰氨酚類的啊。那副作用的部分就是它一天過量就是超過4000毫克就可以，然後可能就是會有傷肝。4000毫克很多吼，很多。其實一般人要吃到4000毫克也蠻少會這樣子的。OK， 對，那再來就是那個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就是又叫做 NSAID 啊，它是分級是屬於處方用藥，那它的作用跟剛才的中樞止痛藥差別在，它又多一個消炎的成分，那它成分有很多種哦 ，NSAID 它是一個大類的名稱，它有很多種成分，有阿司匹林啊、布洛芬、其他等等哦。那副作用就是容易就是有一些腸胃不舒服的情況，那服用過量的話，就是可能還會傷到腎臟。大家要注意，老師講哦，都是過量，先貼豆長會去送回哦，不是什麼吃1顆就傷害哦，是過量的。注意。然後再來就是一個鴉片類的止痛藥啊，那它的分級也是一個處方用藥。那它為什麼會當管制藥品呢？因為它這個吃的容易就是上癮，所以才列為管制藥品。OK， 那它的作用就是一個麻醉性的止痛，它也是就是所有的止痛藥最強的。
那成分的部分就像是大家常听到的，像是吗啡啦、芬坦尼啦、可待因啦，这一类的用药比较常用于就是一些癌症的病人。那可待因的部分，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咳嗽、止咳。所以有一些胸腔科的医生啊，他会去开可待因。OK， 所以都是剂量嘛，对不对？对，这个 OK。过量的部分就是会有那个剂量上呼吸抑制的那个副作用。好，谈到了大家是袂上啊，其实止痛药係大家一般來講，膝蓋咪做得去藥房內那個藥嘅頭腦痛是袂食啊，胃痛咪袂食啊，牙齒痛食啊，什麼生理痛咪袂食啊，大家是袂上講，又當到止痛藥的迷思，對不對？哈，基本意思讓大家來好好來講一下止痛藥的迷思哈。我們來問第一個問題哈，我考習哈。第一道問題，止痛藥會殘留在體內嗎？會嗎？不会，因为呢，我们就是一般啊，我们照药品说明书上面使用呢就可以了。那网络上它有一些谣言啊，说什么吃一颗在5年内都不会代谢掉，那都是错误的谣言。因为网络上有很多资讯都是就是错误的，那有问题就可以询问我们药师。那其实在1天之内就可以排出体外，大家就不用说不要太害怕，对不对？哈，尤其是讲你性上快不应该肉的，它一定是有经过这个就是这个安全的范围里面，对不对？提问一下，止痛药吃太多会伤身大家会讲，你总得是贴到个止痛药哦，因为佢冻伤害应该身体。对不对？结果其实只要是药啊，吃过多少都有副作用。OK， 那我们在像是医院啊或诊所啊，当然有医生还有我们药师去做一个把关。那当然还有第二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开药系统。这个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医师端跟我们药师端连线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会让医生说，比如说他开药超过了1天的一个上限，那这样子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健康，这个系统就让医生就连药都开不出来了。对，假设我是医生，然后我要开这个药，针对某个病人，对，然后因为可能我开的时候，那个系统就这个是上限，连我是医生我都没有办法开药，对他连开都开不出来了。OK。所以，你看，俩是系，老大家在讲的，是了解药其实开药系统可以协助把关，它不咪系讲合理嘅使用，其实唔会伤害身体，是不伤身的。好，所以你看，俩解析系大家都是个止痛药，特别会拄到个迷思，还有乜嘅要注意咧？好，还有其他嘅问题系个是铁球会唔会上瘾啊？你等下再来讲。上段节目讲到啊，是止痛药嘅，大家会想，咩会除喺呢個體內排唔出去咧？其實係做得排出去哦。還有講到，譬如講止痛藥是貼到係咪傷害身體？其實係講合理來使用，是唔是少哈？第三點你講到嘅，就第3題你講到，止痛藥吃久了會上癮，錯嗎？就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鸦片类的止痛药才会上瘾，是像中枢的止痛药啊，或者是消炎止痛药啊，这个是不会上瘾的。所以大家唔使惊，因为很多人会担心的事情是说，我现在一头痛我就吃止痛药，一头痛我就吃止痛药，那这样子我就上瘾了，怎么办？其实唔会。好，其实是不会的哈。他讲到鸦片哈，你又讲到冻疮嘅事情，以前你有一个观念，因为总觉得吃药会伤身体。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尽量忍痛，可以不要吃，就不要吃，不用挑那痛痛到受不了，真的要崩溃了好吧，我们来吃1颗。可是我觉得现在冻疮係性改观念，新的观念，然后你甲向前面来讲，是要痛到受不了了再吃止痛药吗？当然不是，不是。其实呢，我们在轻度的疼痛啊，就可以先吃止痛药了，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身体可能只是一个轻度的一个发炎，我们在吃止痛药，也许可能吃个1、2次、3、4次之后呢，就可以改善那个疼痛的感觉，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就会去修复我们疼痛的感觉。那如果说我们等到痛到受不了再吃的话，比如说身体是严重的发炎，或是严重的抗议，对呀，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吃止痛药的话，病人会感觉到，我怎么疗程吃这么久，吃很久之后才会觉得说不痛了，甚至他还会觉得说，我吃1颗没有效了，我要吃2颗、3颗、4颗，越吃越重，才会感觉到疼痛的感觉缓解了。对，那这样子可能又会过量哦，那这样就比较危险。所以说老大家咧讲咧，灌粮冇强咯，因为大家要讲。我再个讲一摆，大家要知道食肉的对身体唔好，所以系讲来胃痛、清流冇食肉的，迄条灌粮系唔错嘅吼，系讲有一些痛，因讲讲有些冇松松，该你是做得些合理的剂量，你是做得些食过后其实修复你的身体，你的免疫系统如果变强，其实也许就没事了。如果是像肉丝讲的，系讲你讲越难，唔是给我变成动痛这样些，电都没是贴到哈。所以那如果说系讲女生生理痛，每个人的疼痛指数的忍受指数不一样，有些人很痛，那他就会吃止痛药。对，那每个月都很痛，其实甚至你是可以预防的，你会觉得说自己可以感觉好像今天会生理期，或明天会生理期，你不会很痛，你可以预先吃，这是可以的。可以的，像我自己在上班的时候，对，包括我可能昨天我要录以前，我的喉咙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我赶快进去那个调剂台，直接说要先吃了，怎么讲？先预防。可是我觉得好像很方便，因为它对啊，因为我们有行程，就是港工手是那揉好加就先吃，所以今天还会觉得喉咙痛吗？没有啦，我就好啦。对啊，我是想说怕来这边录影，这给那个影响大家，对，影响到大家喉咙发不出声音。对。可是我觉得你看很多人就会说，来基本你后脸头拐不要吃药，观察一下明天再观察，后天再观察吃药不好，结果第2天还是痛痛的，提上面更痛变严重了糟糕了。你看为什么不要第1天就先吃？对呀，你看你要提醒冇强改灌粮，那大家来讲一下，咋个就是止痛药吃久了会有抗药性，越吃越没效。一般呢是我们讲的抗生素才比较容易有一些抗药性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止痛药呢不会有抗药性，但是病人会觉得说，越吃越没有效。这个情况可能就是病情加重了，或者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加进来了。那这一部分比较就是涉及到医生的一个诊断，要由医生去评估。不过老大家在讲的比较重要的观念就是它没有抗药性。如果它吃没效，那其实可能你要给医生来评估，是不是有其他合并的问题。对，其实并不是讲因为你吃多了，然后抗药性。那其实讲的抗药性其实是消炎的那个抗生素。所以线上也讲有开抗生素的药，因为都会有疗程嘛，什么7天什么的。对。聊到大家都讲，我们说过很多次，就是你不要自行停药。对，自行停药才会有抗药性的问题哈。不过讲到俩是老大家都讲是止痛药的迷思，黑马改。讲到俩过敏药，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说，性上纳肉也是性上那个毒尾魔讲，吃药会过敏吗？是不是都会问这个问题？会。对，那当然，可能你的像我的经验就是我好像还好，我就会说没有，那有些人就会说有。所以其实如果有药物过敏的话，其实自己要尽量记录起来，对不对？我们就是曾经有过敏的经验就完整的写上药物过敏，英文字母一字不漏的写上去。我们千万不要说只写一个大类一个种类的名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只写 NSAID， 这个或者是只写消炎止痛药，就只写这几个字而已，因为呢。它这个成分有很多种，这样子会造成说我们后续药师还有医生查询上会有一些困难，花比较多时间。意思是讲，比如讲你是肉的过敏，老先生讲我是止痛肉的过敏，最好给放心是讲你有过敏的禁名，你先把个止痛肉过敏，你把那个药物名称抄下来，抄起来，还把一款线上母婴讲嘛个过敏，说意思这个。我吃这个狗门，那是就可以去预防这类的药物，就那一颗药物，对不对？好，你要卫生该从然后，天天那里大家咧，你是以下就是药物过敏跟药物的副作用很冇恐龙的。
副作用比较像是吃了可能有可能会腹泻啦、头晕啦，或是想吐啦。我是举例，一般我们在药袋上面会看到，但药物过敏不一样哦，不一样它就是可能口服啦、外涂啦，比如说就是突然会有一些很立即的反应，对吗？对，它一点点的剂量，病人就感到不舒服了。那副作用就很简单，就是随着剂量越来越高，1颗、2颗、3颗、4颗，这样一直叠上去，那病人就很明显的就会感受到不舒服。讲到大家可能还是有点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点点剂量就不舒服，怎样的不舒服呢？原因感冒诉讼呢？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药物过敏有一些症状跟前兆的，对吧？对，这个是食药署它公布的，就是我们要记这6个字：疹、肿、红、痛、烧、破。那它这个药物过敏早期有一些症状，我们可以检视表如果有这些症状，我们就可以在空格内打勾。比如说像是有皮肤红疹、瘙痒或水泡，或者是嘴唇肿起来、口腔溃疡，或者是眼睛不适或红肿、灼烧感，还有脸痛、发烧。那当我们有这些以上的症状，就要立刻回来，就是给医生去评估。对，我懂，就是明明只是去看感冒，对不对？然后吃个感冒药也没太严重，可是我们一吃之后破洞。嘴巴破洞，举例啦，讲到两边没有，木柱肿起来，对，嘴唇肿起来，就说怎么会这样？有可能是过敏，就加咋个转移不性上口，原来是这样哈，所以了解到你所有嘅乡亲们来讲，系讲你是要按个清清水注意咯，然后如果再去给医生看，医生说有可能是药物过敏，那赶快把那个药。把它记下来，就是你该下讲的，下把它纳入，所以知道信上来讲，对不对？然后还有个补充一点不是说把药物过敏卡给医生看来我们药局领药的时候也要跟我们药师讲也要跟药师讲。对，我们要做双重确认，因为有时候医生他可能说好，你对某个药物过敏了，他可能又忘记了，又没看清楚然后再来我们药局，我们再帮大家再看一遍，我们就做2次确认，这样比较保险，这样子。哇！突然觉得又有事，都安心的感觉，很安心的感觉。谢谢。因为其实係千千來把關我們嚟講哇，線上快肉就是找肉蛋呐，給容易檢核是不是對的，對不對？或是劑量又唔錯麼？還會了解病人的基礎，比如說是不是腎指數原因啊，肝指數原因啊，是不是吃適合，對不對？然後再到線上再做。确认这样子，好，讲到俩水米，好，剩水米来，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因为俩今年咧又动动又水母体嘅问题，所以大家会拿安眠药嘅，咁个系讲大家要食安眠药，我们这很重要5步4要很重要。简单来讲，我们不能自行购买，好，不要自己增量或停药。对我医生叫我吃1颗，我睡不着，我吃5颗，不行。对而且不可以跟酒精一起喝，不行啊。对，总不得是酒。你总不能拿酒喝一口，然后吃安眠药。对啊。总不得是酒不开车，不可以转售或是转让。你需要吗？我的卖给你。按用总不得是违法行为，因为那个安眠药是第3或第4级的一个管制药品。OK， 好，那听出来原因呢？线上讲原因是原因是，线上讲用的是就用的是，怎么食药的时节爱放开水。总不得用咖啡、牛奶、茶。牛奶也不行对。因为有些药就是食物啊，会跟药物就是起一个食物跟药物的交互作用。是 ，OK， 好，安眠药特别重要哈。那食药的过后也赶快去睡觉，把电灯关起来，然后用一个舒适睡眠给缓解，就好的睡眠。不是说安眠药吃了之后，你看又开始做一些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会刺激你脑部运作的事情。对嘛还有要配合调整睡眠作息。比如讲你中间我失眠故意弄到3点，有没有打字打到3点，写报告写到3点？对，如果有失眠的问题，切对中的按照。好，了解大家係講有些安眠藥聽錯會注意嘅地方所以大家要發現冇咁簡單。然後大家來講食藥其實會注意很多嘅問題，安心來食藥讓身體顧好，才是更重要的，對不對？是冇講起來線上的多啲片，然後大家來分享。好，讓將所有嘅鄉親朋友聽下來，你要來做論壇了。讓將大家來到不係來嚟嘅民宿傾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兩個影片傾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